今日教大家擂辣椒皮蛋，今天教大家擂辣椒皮蛋。準備3個黑人屙嘅蛋，準備3個黑人屙嘅蛋，手瓜咁大條嘅茄子，手瓜咁大嘅茄子，5條辣椒。5條辣椒，辣椒唔使熱鑊撚油，炒出虎皮；辣椒不用熱鑊撚油，炒絲虎皮，炒到燶燶地添起身備用，炒到燶燶地逼起身必用。俾水蒸茄瓜，俾水蒸茄瓜，茄瓜皮蛋蒸10分鐘，茄瓜皮蛋蒸10分鐘。將辣椒包皮搣開，把辣椒嘅包皮搣開，切成一條條，切成一條條。茄瓜皮蛋蒸熟啦，茄瓜皮蛋蒸熟啦，茄瓜整開包皮，茄瓜整開包皮。中意食包皮嘅可以唔去，是佢中意食包皮不去。茄瓜切開一條條，茄瓜切開一條條，皮蛋搣開啲殼，皮蛋搣包皮，好似揸爆你前人親袋咁，揸爆佢，好似揸緊你前人親袋咁，揸爆佢。俾啲豉油，俾啲豉油，蠔油，蠔油，俾醋，俾醋，糖，鹽，線子，線頭。淋熱油，淋滾油，攪拌均勻，攪拌均勻。睇見樣衰或者可以食10碗飯，睇見樣衰或者可以食10碗飯。